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11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我們先看看這個國外投行海外機構對咱們樓市一個什麼看法。摩根士丹利10日發表研究報告，對咱們的樓市又做出了一個新的預測的，也就是在它過去的預測基礎上做了一個調整。調整是好還是壞呢？預期好了還是壞了呢？我們看這個摩根士丹利10號發表的這個報告說由於實體樓市持續疲軟，限制開發商補充土地儲備，導致建築活動放緩。你看他說實體樓市就是樓市持續疲軟，並沒有什麼回暖什麼又是向好，是疲軟，導致什麼呢？導致開發商補充土地儲備受限，就開發商不能再去買地，開發商不去拿地，導致建築活動放緩。因此，大摩下調了中國內地房地產市場多項主要指標預測。摩根士丹利把咱們下半年这个很多房地產指標又下調了。比如說新開工面積預測按年跌幅由原本預測的 15.5% 擴大至 19.5%， 就是新開工面積它本來預測的是咱們今年要減少 15.5%， 現在一看不行這跌勢太猛了，連忙修改改成跌幅 19.5%。 你看現在都8月份了，对不對？還在改，說明這個跌幅太快了房地產投資預測呢，本來它是按年要跌 16.4%， 現在改成下跌 16.9%， 都是加速都是跌得更深。一手住宅銷售面積預測就是新房銷售面積本來它是預測按年今年要跌 8.5%， 跟去年比，現在改成多少呢？改成 9.8%， 就新房銷售面積比去年是吧？它預期就更加悲觀摩根士丹利補充說明，上述預測的調降就是往下調意味着三者自2021年高位以來累計跌幅將分別達到，就是第一個是新開工面積，就是從2021年最高點到現在已經跌了 76% 了。這個房地產投資呢跌了 53%， 新房銷售已經跌了 56% 了，都是腰斬，對吧？嚴重的是膝蓋斬，但是它沒有停住還要跌摩根士丹利說他說土地與建築活動的低迷，今年前7個月300個城市土地成交建築面積同比下降 21%， 拖累上半年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 23%。 雖然7月土地成交金額在部分一線城市優質地塊帶動下有所回升，但成交量依然同比下降 16%。 二手房房價壓力大摩認為我們的二手房溢價換量，受夏季傳統淡季及政策刺激空間有限影響，預測今年全國二手房價格按年下跌 5%。 什麼意思大摩預測上半年只下跌了 2%， 到了下半年他認為全年要下跌 5%， 那你算算吧，他的意思下半年就是加速下跌，要不然怎麼會達到下跌 5% 呢？上半年只跌了 2% 呀，全年跌 5%， 那只能說明下半年要加速下跌，這就大摩的觀點二手房當然這是海外機構一家之言，僅供參考。那我們再看看這個法拍房是什麼個情況。中指研究院它公布了1到7月全國355個城市法拍市場累計掛牌房源54萬套，同比增長 23.7%。 你不管怎麼解釋法拍房掛牌房源多了，漲了 24%， 將近1/4，是不是？那是好事還是壞事？每一個法拍房後面是不是都是一個不幸的家庭，房子也被拍賣掉了，這個法拍房增加了 24%， 說明對吧？不幸的人越來越多成為老賴的人也越來越多買房把自己套住的人越來越多那麼成交是 12.3 萬套，同比增長 31%， 總成交金額1763億元，同比增長 18%， 套數增長的更快，對吧？成交額增長的慢，那不就是價格又反而下降了唄，是吧？法拍住宅成交金額 969.75 億元，占各類型物業類型 55%， 就住宅占 55%，
侵參率36%。重點監測城市以上海啊，上海呢，根據中指研究院數據顯示，2020年1月到7月法拍市場供應新增拍品啊2353套，同比增長20%。就連上海浓眉大眼的上海法拍房掛牌量也增加了20%。那怎麼哪來的這麼多房子要拍啊？上海那麼多人還不起錢了嗎？這個或者是叫什麼經濟糾紛，不是欠銀行就是欠債權人的唄，要不然这房子怎麼被拍賣了呢？交易截止拍品掛拍各類房源2850套，同比增加18.7%，成交拍品1710套，拍品清仓率60%，總成交金額103億元。前7個月按拍次交易4229套，成交1725次，按拍次成交率是41%。上海1到7月啊，各類物業類型法拍交易中，法拍住宅房源交易1634套，成交1283套，清仓率是78.5%，成交金額69.8亿元。法拍商業交易是743套，成交332套，清仓率44.7%，也就是住宅還能拍得掉，对不对？住宅的清仓率是79%，但是你看商業就不行了，商業只有45%啊，这就是上海的法拍房一個情況，也就是法拍房掛牌量20%的增長。這不管怎麼說，對吧？都是說明經濟遇到了問題，越來越多的人沒有錢，現金流斷了，要不然怎麼會增長呢？啊，這個是中指研究院的數字啊，掛牌量，法拍房掛牌量暴增。這個南方周末啊，昨天啊刊登一篇報道，他這個報道啊，我覺得也是一個風向吧，叫大象起舞，一線城市 GDP 增速跑贏全國，說一線城市的增長已經體現出了明顯的轉折。什麼轉折啊？告別地產依賴，轉向科技拉動。就在大家還在想着什麼一線城市，對吧？要提暖、企穩、回暖，一線城市什麼解限購是吧？一線城市出大招，要穩住房地產，穩住了，然後就全國的房地產就穩住了，然後就上漲。大家還在想這些東西的時候，人家那邊突然開鑼是吧？一嗓子，告別地產依賴，轉向科技拉動，而且一線城市大象起舞 ，GDP 增速跑贏全國。你這邊還在指着，對吧？政府救市，然後房地產還怎麼樣？人家那邊暗度陳倉，就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啊！人家從科技這塊 ，AI 數字經濟這塊已經爆發了，就這意思啊。2020年上半年，一線城市 GDP 增速超預期，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增速分別為5.4%、5.6%、5.8%、5.8%，遠超全國4.7%的增速水平。其中，上海、廣州創下近3年同期最高。年初40%的全年預期目標是5%左右，也就是說啊，上半年全部超預期完成。按 GDP 總量，40%合計約佔全國的13%，總量大，增速卻不低。放眼全國，一線城市增速都位於中上水平，特別是深圳和廣州增速在全國 GDP 總強30強中並列第3，僅次於合肥。增長動力從何而來？梳理一線城市的半年數據，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這些城市你看啊，無一例外正在告別地產依賴，轉向科技投資，新質生產力對經濟的拉動明顯，包括投資、出口乃至金融業。它這文章很長啊，咱們就不介紹了啊。反正總之告訴你啊，人家這一線城市啊，可以不依賴賣土地，也能過得挺好。一線城市的增長已經體現出了明顯的轉折，告別地產依賴，轉向科技拉動。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北上廣深分別下降9.6%、4.6%、5.3%和28.6%。另一方面，科研和技術服務業、高技術製造業、信息服務業的投資均呈現出2位數增長。這3個領域的投資恰好涵蓋了科技創新的源頭，轉化與應用。所以，當這個房產中介啊、房吹還有媒體在那忽悠什麼樓市上漲，人家一線城市已經啊另闢蹊徑了啊。當然，這是南方周末的一個報道。上個周五啊，北京市啊在晚上連夜出台樓市新政，就是解限購，還有公積金，對吧？放寬，還有這個贈與啊，不考察被贈與人的這個購房資格，這叫新政是吧？那麼這個周六周日2天過去了，
這新政到底怎麼樣呢？各大媒体现在都在報道啊，中新經緯、中國商報還有21世紀經濟報道都做了正面報道啊。21世紀經濟報道說啊，400萬二手房一夜漲30萬，中間簽到半夜，北京樓市新政落地，觀望客開始入場。而中新經緯報道說啊，標題都一樣。中國商報報道呢說，北京樓市燃爆，多區域看房客流高漲，你說怎麼辦呢？這個北京中國商報他是這麼說的啊，他說12個買賣經紀人今天全出去帶看了，這會兒還有2個單子在談。北京市朝陽區華威北里一家中介門店經理陳德強翻了翻記錄，8月8日門店總共帶看了18組客戶，以往周末一天也就帶看12組左右，線上諮詢的也多了，那沒增長多少嘛。平常周末就是12組，然後這個周末是18組，似乎這個提高力度不夠，是不是啊？該門店統計啊，它是以往每周平均啊諮詢量是500條，隨着周末2天諮詢量大幅攀升，預計全周諮詢量將突破580條，甚至達到600條，這沒多少啊，這到底幾個意思啊？我的一時搞不清它到底是唱空還是唱多啊，我還是看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的吧。他說400萬二手房一夜漲30萬，那誰買呢？我不太理解啊。我們看看到底誰買。他這文章說啊，他说政策出台的當天晚上，我們就收到中介發的微信，計算了一下公積金能貸多少額度。但第二天去看房的時候，發現業主把價格上調了30萬元。北京白領小鄭啊，今年有置業打算，但由於各種原因並未出手。上周五北京出台樓市新政後啊，小鄭隱約覺得購房時機不錯，卻意外發現業主的預期也已提升。小鄭啊，在朝陽區的花家地、東壩、潘家園等區域看房，他較中意的一套房源位於花家地，是一套總價400萬元左右的二手房，臨時提價的正是這套房屋的業主。小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中介那邊說啊，業主一直覺得價格掛低了，政策出來後啊，預期比較好，看房的人又多，才提了價。21世紀經濟報道調研發現，說新政後的首個周末，北京樓市出現積極變化，多位房產經紀人表示，業主和買家的預期都有提升，周末帶看明顯多於平日，一些優質房源已快速成交，部分房源的成交價格比此前有所提升。新房市场方面，昌平、大興等區域的部分新房銷售人員透露，周末來看房的人數有明顯增加，線上和電話諮詢量也大幅增長。我愛我家定福莊門店經紀人李華表示，政策出台當晚就有客戶打電話來問公積金政策的內容。李華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啊，我們手上的客戶購房資格基本沒有問題，客戶最關心的除了房價就是貸款，因為公積金貸款利率有優勢，如果貸款額度增加，那就能省不少錢。李華表示啊，周末2天，其所在門店的經紀人幾乎全部出動，全天都在接待客戶。有個看了幾個月的老客戶，終於簽約了，簽到快晚上12點。張挺表示啊，政策出台次日，他一共接待了7組客戶，明顯高於平時周末的水平，其中有4組帶看。當日下午，有客戶希望見業主談價格，他卻發現會議室已被訂滿。來自業主的諮詢也不少，多位經紀人反映啊，政策出台後，業主預期改善，部分業主小幅上調了掛牌價格，還有一些有置換需求的業主，除關心掛牌價格外，也關注自己是否符合首套房公積金貸款的認定標準。儘管以價換量仍是北京二手房市場的主流，這是21世紀經濟報道說的啊，這是中介說啊，以價換量還是北京二手房的主流。以價换量什麼意思啊？價格還得往下降才能賣得掉，你漲價誰買呢？但是张挺透露啊，他說新政出台後啊，其服務的片區有房源以更高的價格賣出。他同時表示，這套房子本身裝修也不錯，之前一直被壓價，這次新政後啊，賣了同戶型最高價。那還是他裝修占的便宜，是不是？裝修的更新一點，更好一點，那就同戶型他賣的貴一點。新政出台後的首個周末，部分新房項目也享受到了紅利。大興區
某新房項目銷售負責人聂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周末2天項目到訪量和成交量都比此前的周末有明顯增加，售楼處處於滿負荷接待狀態。政策發布的時間對我們不是很友好。聂勇表示如果政策在下班前發布，會給開發商、代理商一些爭取客戶的時間，並對周末有充分的準備。此次新政出台時間為晚上9點多，經過消化和研判，已接近10點，這個時間就不太方便打擾客戶了。你說吧，這把政府的好心當驢桿費了政府也是對吧，緊趕慢趕的，希望提前推出，所以人家加班到晚上9點多才發這個政策，結果他說哎呀你這太晚了，要麼就是5點發，對不對？要麼就第2天發，所以這是把好心當作驢桿費政府是火急火燎他表示，儘管如此，從周末的客流量來看，客戶對政策的敏感性還是很高的。事實上，政策出台当晚，就有不少客戶打電話諮詢。但是遺憾的是啥呢？遺憾的是數據好像不大配合。媒體倒是挺配合的鼓起腮幫子，对吧？捏着鼻子開始吹。但是數字它就不太那個走面。21世紀經濟報道他說，根據北京市住建委的數据他說新政後首個周末，就是8月8號和8月9號這2天北京共晚簽新房828套，與7月以來周末的成交水平大致相當。合着你前面吹那麼多半天，又是多了多少組，对不对？電話有多少，那個中介忙的都已經对吧，也是飯都吃不上了結果合着叫一頓操作猛如虎結果那個成交的吧，跟7月哪個周末都差不多，你這不是扯嗎？這到底是唱空還是唱多但是後面說了他說考慮到晚簽數據有一定的滯後性，該情況並不出人意料。但有分析人士提醒本輪牛市政策的效果應放在更長的周期下來檢驗。當前北京老破小房源價值築底，使得置換鏈條處於斷檔狀態，因此將剛需盤的價值拉起來，才是推升整個置業鏈條的關鍵。這也是本輪政策的重要思路之一。多位銷售人員向記者提出他說觀望客群開始回到市場，但他們會重新審視房子的質量、歷史成交情況、近期動態等，即使政策利好明確，也不急於入市。不就是說明韭菜現在都變精了嗎？你出個政策，人家就是看看，这不急着買因為大家都知道的吧，等一等還有驚喜，不就這意思嗎？但對於銷售人員來說好消息在於金九銀十值得期待。前述銷售人員認為，作為傳統營銷旺季，北京樓市金九銀十的熱度有望借助該政策得以提升，甚至提前釋放。以前出政策好歹管個1個月是吧？現在出政策連第1個周末都蓋不住了，你說還怎麼說呢？還要怎麼評價？這媒體吹都吹不起來，說明該買的都買了，對吧？剩下的那些人都是要死等，要等到他確實到錢夠了，或者確實到他的目標價他再買，否則人家已經不會被你一忽悠他就趕緊心急火燎的，對吧？拿着錢往裡衝。現在這種人已經少了，急慌慌的拿錢往裡衝的少了。大家都知道現在買房的是大爺，所以居然還有房東漲價的，你說都是怎麼想的？不想賣房是嗎？趕緊抓住這個機會把房子賣掉才是正經。房地產政策的目標，對吧？是止跌回穩。當下政策频出，說明目標尚未達成。政策力度越大，說明市場的下行壓力越大，對吧？現在我们沒有哪個部門哪個媒體，對吧？喉舌說要房子要接着炒，都是房住不炒。現在只是房住不炒呢，不怎麼提了。大家要牢記如心房住不炒。然後呢，現在宣傳叫止跌回穩。止跌回穩什麼意思就不要，就是成交量不要再跌了。至於房價止跌回穩，我們以前的節目說過多少回，止跌回穩，它不一定說的就是房價呀。如果成交量回穩呢，也是可以的。房價跌了，但是成交量穩住，那也是对吧？達到這個預期了。那現在還在出政策，說明什麼？沒有達到預期。所以說這個樓市下行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這個我們看看這個日本的房子日經中文網看那一篇報道，他說房價高漲，
東京房東轉向賣房不租，這邊房子賣他不租，他這麼說的啊。日本不動產調查公司叫東京川區，針對東京23區分售住宅的二次流通市場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啊，說越來越多的房東選擇賣房而非對外出租。由於二手房價格大漲，房東趁房價上漲獲取增值收益的傾向增強，說明什麼呢？說明房價一漲，大家就願意把房子賣掉，趕緊套现。这就是東京目前一個現狀。日經中文網報道啊。最後我們再看一看啊，這個一線城市寫字樓一個狀況。北上廣深寫字樓正在打一場沒有贏家的價格戰，因為寫字樓對吧，就跟這個就業情況密切相關。如果寫字樓爆火，那就業一好，大家收入好了，無論是租房還是買房，市場肯定都好了。哎，這個邏輯大家都能理解吧？所以我們經常說，這個如果寫字樓对吧，一房難求，那就是說明這個城市啊經濟就活過來了。如果這個寫字樓到處都空的，对不对？那就別的就無從談起。晚上8點，北上廣深 CBD 依然燈火通明，但不少寫字樓亮着的只是大堂、走廊和外立面。真正有人辦公的樓層遠沒有天際線看起來那麼熱鬧。2020年2季度，北京甲級寫字樓空置率 17.5%， 上海和廣州都在 22% 左右，深圳超過 24%。 你看空置率啊，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幾座城市，大約每5間甲級辦公室就有1間以上是空着的。更麻煩的是，新房還在繼續交付，這些空置的寫字樓最後到底怎麼辦？有人說啊，等經濟好起來，企業重新擴張，寫字樓自然就坐滿了。但是啊，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些樓最後大概率要經歷一輪漫長的降租、降價、降級和改造。樓是不會消失的，但當初高價拿地、高槓桿開發、高估值買入的那部分成本，總有人買單。這2年啊，北京、上海、深圳的寫字樓淨吸納量有所恢復，看起來啊，說市場好像開始回暖，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許多需求並不是新創造出來的，而是從一棟樓搬到另一棟樓。過去租不起甲級寫字樓的企業，現在發現新樓開始降租，免租期越來越長，裝修補貼也可以談。深圳部分項目給出的免租期甚至達到10個月以上，企業當然願意搬。同樣的預算，以前只能租一棟普通老樓，現在就可以搬進更新、位置更好、物業更體面的甲級寫字樓。新樓租出去了，舊樓卻空了。甲級樓從乙級樓手裡搶租戶，新樓從老樓手裡搶租戶，核心區也從外圍商務區搶客戶。企業數量並沒有增加多少，空置只是換了一個地方，也就是對吧？騰籠換鳥，好的寫字樓裡面慢慢住滿了，但是啊，那舊的寫字樓或者遠一點的寫字樓就空出來了。每一棟樓都在宣布去化改善，整個城市的空置面積卻沒有真正消失，最後只能是繼續降價。地段好、交通方便、產業集中的項目，降價之後仍然能活下去。北京的中關村、上海南京西路、深圳科技園這類區域有真實的企業、人才和上下游，租金降到合適的位置，總能找到租戶。即使重新租滿，但業主啊也未必算贏，因為啊，一棟寫字樓原來每平米租300元，現在只能租200元，出租率可能回來了，估值卻已經回不去了。樓還在使用，投資賬已經虧了。真正危險的是那些位置一般、樓齡較老、物業普通的項目。以前啊，他們還能靠便宜吸引中小企業，現在連新樓都開始降租，老樓連價格優勢都保不住，租戶會越來越雜，租約會越來越短，租金越來越低。業主為了省錢減少維護，樓越舊越難租，越難租越不願意維修，形成惡性循環。這類寫字樓不會突然倒掉，而是長期處在半空置、低租金、低維護的狀態。他們會變成城市裡最難處理的一類資產，賣不出好價錢，租不出高價，拆掉又太可惜。那有人就說了啊，改成酒店，改成公寓，現在很多地方都這麼改啊，把寫字樓改成酒店或者公寓。但是啊，有的寫字樓能改，有的寫字楼改不了。
有的寫字樓，對吧？它當初設計的時候就沒想到這些，所以說只能空置。為什麼呢？因為很多寫字樓啊，它的設計啊，那進深很大，中間沒有自然採光，窗戶不能打開，排水管道集中在公共衛生間，消防、燃氣、隔音、通風不符合住宅標準，就是你想改也沒那麼容易。真要改造，你要重新鋪管線，那這個費用就大了，對吧？你還考慮消防，所以能改的也不容易。寫字樓值多少錢，最終還是要看它能收多少租金，租金下降，空置上升，估值就必須下調。一棟原來估值50億元的樓，可能重新評估後只值30億元，只要業主貸款不多，還能慢慢熬。如果項目本身是高價拿地、高槓桿開發，租金又覆蓋不了利息，問題就會迅速暴雷。貸款展期、債務重組、資產出售、司法拍賣，或被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和地方國企接手，都會逐漸出現。中國商業地產不會一夜之間大規模暴雷，但損失不會因為處理的慢就消失，只是從開發商轉移到投資機構，從投資機構轉移到銀行，再從銀行和國企的資產負債表轉移到更長的時間里。最後買單的那只能是大家一起買啊，大頭社會買单。未來幾年，北上廣深的寫字樓市場不會全面崩塌，也很難全面回暖。回暖那是很難了，对吧？你現在就是高科技是吧？向新向优，這個人工智能、硅基、K 型彎上那條腿，那個人數少啊，它不需要那麼多辦公場地，也就是你現在那個辦公場地人家填不滿，所以你看寫字樓遇到的問題。恰恰是吧，也能反映出還是企業少了，企業一少，就業就少，就業少了，大家收入就少，消費就上不去，房子它就穩不住。我們總說啊，10幾年前房價漲得快，但是大家恐怕也忽略了10幾年前那北京找工作是吧，那寫字楼裡面都是滿的，很多公司对吧，想租大的写字楼都租不上，排不上号，因为公司发展太快，擴招招人对吧，本來是500平米就夠了，結果發現到年底500平米、1000平米都夠嗆，坐不下。業務發展的快啊！你想，你500平米搞成1000平米，那你又多招多少人呢？那都要做人的。從1000平米變成2000平米，你又要多招多少人？每個企業都這樣是吧？大部分企業都這樣擴張，那你說，所以就業就相對來說啊更好一點。那呢，現在大家都在收縮啊。因為我現在是2000平米的辦公室，他到年底他就想着我能不能搞1000平米，大家擠一擠，然後裁一裁，把人數搞少一點，剩下的人擠一擠，明年1000就砍成500平米，對吧？大家都在縮啊，你一縮，就業崗位就少了，所以啊，盯着啊一線城市的寫字樓的這個出租率、空置率，還有租金的變化，實際上就能看出經濟冷暖。實際上就可以看出這個樓市它能穩得住還穩不住。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